开始3天5日连假，高公局估计国道这个车流量会提早1天，也就是伫今仔日下晡就会开始出现。3天5日连假的塞车路段有32位，提醒乡亲尽量避开这塞车的路段。若天气方面呢，天气方面今仔日全台拢真热，类似的天气会延续到明仔载迄一天。毋过拜六礼拜3连风带来水汽，伫中南部会开始落雨，出门的时雨伞爱猛炸。民众惊雨伞，毋是伫咧掠雨，是伫咧十日头。明仔载就是5日连假，烧热的天气，亲像大家好心情，含粉鸟拢美伫咧有雨的所在纳凉。雷公是呐是咧，昨暝伫咧花莲市，会当听到雷公的声音，等几暝。5日这假期开始，北部含东部可能会搁出现这个卫兵，中南部地区日头赤炎炎，温度达到35度。周六、周日这2天呢，因为西南风带来的水汽会比较增加，所以预估在中南部的降雨几率也有增加的一个趋势。连假前一天含5日这一天，高温烧热，北部高温正看34度，东部32度。不过要加注意过道的落西北风，中南部高温可能达到35度。不过连假上尾2天西南风变透，北部含东部的天气小凉，这方面的中南部嘛可能会一直拄着落雨。高温会降到剩33度，连假出国行大，除了天气，无拢要加注意路的安全。从下午大概3点过后，车流量西部国道就会逐渐的一个出来，那到晚上8点后才会疏解。不过明天开始就是整个假期的一个最大量的一个双向的一个车潮跟南向的一个车潮，所以我们会采取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个管控。5日这连假，国道塞车的时段出来。连假前一天，国道1号路南的杨梅到新竹，国道3号土城到关西，国道5号南港到土城拢要注意。尤其国道5号南港到土城，为下昼9点开始，会塞15点钟。5日这一天，佮新增加国道1号路南中华到保盐，上北燕山到大华，含国道3号路南快关到雾峰。提醒民众尽量莫伫咧塞车的时段驶上高速，才袂塞车，他个心情歹去。你好，我是宋彦明。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另外，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